乡路一阵西北雨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哥哥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来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万里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铁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最后搁一摆问你，你到底有要娶我的查某囝无？阿弥陀佛，人情就算讲碎尸万段，嘛无可能娶你的查某囝。你就是唔答应。安尼好，我就将这只猪八戒的目睭挖出来，收锁甲伊掩掉，互伊后摆吼，唔敢看到查某搁后白来。来就无，头家娘，迄个大刀，是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师傅啊，袂用啊，袂用啊，你也赶紧救我啦！八戒，偷看后亮药身躯本来就是你唔对，无定着这就是你的果报啊！你若是我都诚心悔改，会做同款的原谅你啊！师傅，我无爱啦，你赶紧救我，你救我啦！哈，莫搁直接卡呀啦！我看你着宁愿吼去做青梅太监啦。小等咧，我参详一个，我参详一个啦！恁师若无要娶我的查某囝吼，无啥物通搁参详啊！打不对，打不对！头家娘啊，借一步参详一啦吼。是安尼啦，迄个师傅啊，将来吼都毋捌娶过某呢，啊，你向要叫伊娶，伊袂管事啦。无安尼啦，你搁互我一点时间，我好好考考阮师傅，啊，叫留落来吼，互恁招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我着搁互恁一摆机会啦。多谢多谢。来就无，头家娘，将因三个人压入去内面，好好啊，甲因款待，唔通互人搅了哈。是。阿弥陀佛。哎呦先，八九，你毋是有我地图死白条的，你哪会用出来？嘿，你当作你用迄蜘蛛丝，就会使将本大神爆掉吗？也搁早的咧。啥，今仔日要做啥？啥？哎，八九啊，你这什么架势啊？你是要甲我弄掂哟？无唔对，你若无将我的书交出来哦，我今仔日就要将你的店弄好歹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是看恁师傅的面子，无爱甲你计较。你唔通软头深骨哦，愈来愈唔是款。哼，你才唔是款的。嘿，你将我书掠去藏起来，安尼搁甲讲看着我的书的面子哦。我当时有掠你的师傅啊。我书无伫的，唔是你掠去的，安尼是谁掠去的？恁师傅甲人去回归校，甲我什么地带？我哪有掠伊？回归校？是回什么归校哈？好啦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恁师弟猪八戒去偷看查某囡仔洗身躯，去互掠着，人毋放伊煞。恁师傅即摆出面去甲人吵啦。这哪有可能啊？我的师傅发阮师弟拜佛拜1万届呢，
伊哪有可能阁有时间去偷看别人洗身躯啦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你若唔相信，你应该去看啊。我当然嘛要去看啊！行，在倒位，带你去看。我的事在倒，你还是赶紧将伊请出来。恁师傅，吼，安尼我知啦。恁师傅是来我店的捧场的人客，啊，另外哪要来斗一卡？哎，你是黑白讲啥你？后贵啊，恁店的生意是歹到遮可怜去哦，啊看到人客就要扭啊。我甲你介绍啦，伊号做孙悟空，伊的师傅号做东山庄，伊是来遮要找因师傅的啦。东山庄，我店的人客吼，无人叫做东山庄啊。卖点样咧地青啊啦！伊一个徒弟号做猪八戒，来遮偷看恁查某囡仔洗身躯，去互你掠着。你要找人算账，讲叫伊的师傅就爱来甲你瞧，敢无？哎呦，敖玉生啊，那你嘛咧爱说笑？嘿，我开的是查某间呢，我吼人客来偷看我的查某囡仔，当我欢喜都袂赴啊，我哪会去找伊算账？来，我来。哎，你到底将我师傅掠去倒位啊？啊，唔管伊讲。我哪有甲掠去倒位啦？伊明明甲我讲伊要来遮。哎呦，敖玉生啊！哎呦，莫非哦，你甲人的师傅骗进去，啊，即摆要赖我遮来哦？伊明明讲伊来遮啊！你是甲人藏在倒位啦？嘿，是啥物叫做明明哈？哎呦，东山庄无伫遮，啊，你硬要来遮找哦？啊，无人看到，你敢有看到？话搁讲倒转来啦，咱吼白白拢是伫咧开查某间的，平常时啊吼，小钱人客都袂赴啊，吼，你有遐尼好死哦？你的人客讲要来遮，啊，你就会好来哦？好啊啦，你莫点仔咧伤害啦！嘿，当你甲人的师傅骗进去，啊，搁煽动人的徒弟吼，就来遮找我的麻烦。即摆是你咧害我呢，搁讲我咧害你啊？安怎？哎好，你两个卖冤啊啦！嘿，我的师傅哦是咧你遐碰见的啦，所以这件代志你爱负责，你爱保证我师傅平安无代志。若无，我袂放你煞的啦。师傅啊，我求你啦，我袂做青年太监啦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啦吼！八戒，咱拢互禁伫咧遮，为师也无功夫，是要安怎救你出去？只要你答应带迄个后人桥，安尼咱大家拢有当救啊！为师是出家人，免哪用咧娶某咧。啊，师傅啊，你若唔答应哦，我就惨啊呢！拜托的啦，我求你啦，你带啦吼！拜托。嘿，师傅啊，我嘛求你啦，拜托个啦，阿弥陀佛啦，你袂用去带的啦。老三啊，安那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啊，你会当求师傅，我就袂当求呀。啊，求师傅？嘿啊，我求师傅带呢，啊你求师傅莫带，哎，你啥物意思？你随时要甲我闹场的哦？那闹场？哎，二师兄，你想好清楚啊！师傅若真正带某吼，就无法度人去西方取经啦。啊，师傅若无法度人去西方取经，我就无头路啦。我无头路，就要等去流沙河做我的乞食啦。因为我要来叫，我当然叫师傅袂去带某呀。老三啊，你做乞食吼，哪有要紧啦？我做青面太监哦，代志遮大条呢。你无爱做青面太监，我就牺牲我甲师傅安尼哦。哎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代志你听我的嘛，你袂好。好啊，莫去冤啊啦！搁较那讲，为师嘛无可能还俗去娶某啊。赞！师傅啊，拜托一下啦，你答应就带啦。就对嘞。哎，东山庄啊，你巴肚一定照腰啊吼！人阮小姐为着你，专工落厨房哦，煮一款素菜要请你呢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你两个人的饭菜你外口，跟我出来食。我知。老三啊，行，出去食饭。二孙啊，你先去食，我到这陪师傅啦。哎，师傅要你陪啦，行，走吧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分开，我
放弃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哦，你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想啊，拢是地图士。哦，嘿，啊，你来找咱这个所在食饭啦？你这食饭是偌歹哈？人家吼是阮头家娘秘密练功的所在呢。我若唔是吼找无所在关你两个，我才不会和你入来。啊！你别搞两个关你这个所在啊！无唔对啦。啊，这卖啦！阮两个希望讲哦，会当跟阮叔关做伙啦。你师傅吼，甲你小姐你培养感情呢？无你是拍算要去做电火球啊？你师傅吼，等伊要带阮小姐进前，恁两个吼就暂时断交。啊，等阮小姐甲你师傅信心了吼，才放恁走啦。饭菜伫遮吼，莫客气，尽量食啊。喂！李叔啊，进来，进来，我倒酒啦，去掉啦，来呢，真好食。后贵，假使你若互我查出来，你真是甲因藏起来，你就莫怪我无带念姊妹仔酒。老板，发高，你有找到恁师傅无？潘时阵我四界拢找过啊，连一影都找无呢。啊你毋是啥物？是啊，我就是沙西米啦，安怎？你毋是叫我拍一个脑震荡，昏迷不醒，哪会即摆搁好伫遮笑着哈？我好啊。好啊！哎呦，我的仙丹都还未摕倒转来，你就好啊？你骗啥的？哦，我知影，好，你假做脑震荡，用调虎离山之计，骗我去讨仙丹，然后趁我无伫的时阵，甲我的师傅藏起来，对无？你是咧后白讲啥啦？我交代恁师傅就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甲藏起来？这是你家己讲的呢。自己要用，不买他人啊！哦，我知影，你孝我师傅哈遮尔久啊！所以你惊我将仙丹摕倒转来，然后我会将我师傅带走，所以你将我师傅藏起来，对无？安怎？我是介意恁师傅啦，袂用爱心。我想要嫁伊，袂用爱心。哎呦，你要嫁阮师傅哦？哎呦，你也袂摕镜，照看卖啊！你家己生做啥物款？我师傅哦是要去西方出境的现金呢，哪有可能带你这蜘蛛精哈？蜘蛛精是安怎？恁师傅都袂欺负我，你管他人这要创啥？哎呀，袂甲你讲啊！你去叫我师傅出来，我要当面甲伊讲。你这拍狗，你小够翻的，都甲你讲恁师傅已经失踪去啊！你听无哟？你这么歹要创啥哈？歹就歹，无是安怎啦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找无恁师傅，心情已经足歹啊！你上到好歹了啊！是你将我师傅放过的呢。我都还没找你算账，颠倒，你搁比我较歹啊？借问的吼，即摆是找恁师傅较重要，还是甲我算账较重要哈？当然嘛是找我师傅较重要啊。对啊，安尼了唔紧去找啊？哎呀，好啦，等我找到我师傅，我才会甲你算账。
怪，那世界拢找无师傅的人啊！我看，还是来去找观音大师摸清楚。悟空，嘿，观音大师，那会遮拄好，我拄好要去指定拿找你呢。悟空，阮就知影你会来找我。哈，你知影我要来找你哦？哦，那呢，你一定知影我要来找你创啥，对不？你是毋是为着恁师傅东三东失踪的代志，要来叫本座替你找？嘿嘿嘿，观音大师哦，你实在有够厉害的呢！我都还未开嘴，你就啥物拢知影。那呢，你一定知影我的师傅在倒位对不？你赶紧甲我讲。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啊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哎，观音大师，你安尼哦，都无够意思啊呢！我师傅的师傅已经找啊强要起笑啊！你知影？也无赶紧甲我讲我的师傅在倒位，也搁咧遐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好。悟空，并不是本座唔肯甲你讲，只是本座唔知影你的师傅是毋是希望你知影伊人有啥物所在。哎，观音大师，你哪会讲安尼啊？我的师傅互人掠去，一定就希望我去救伊的，伊哪有可能不爱互我知影伊咧倒位啊？悟空，世事难料，你的师傅是毋是希望你找到伊，这也唔知影。嘿，观音大师，你哦今日讲的哪遐龟毛啦？无安尼啊，你规甲我讲，我师傅人到底在倒位，我来去问伊，安尼较清楚啦。悟空，你的师傅若是希望你去救伊，伊自然就会想办法来甲你联络，你唔免着急。观音大师啊，敢讲是我师傅真正不爱互我知影伊咧倒位？悟空，你对你师傅的关心，阮就真感动。我就透露一寡现金，互你知影。哎呦，那安尼哦，你就赶紧讲啊。因为你的师傅患失业，目前当咧身受拖。哎呦，观音大师，你哦莫后要乱讲好无？我的师傅是要去西方取经的高僧呢，哪有可能患失业啊？悟空，你莫阁问啊！观音大师，观音大师！哎呦，我话都还未问完，你就走啊？失业。好姑娘，大叔，真是嘞，甲你吵着啊？好姑娘，你莫安尼讲，你并无吵着冰晶。好姑娘，你有啥物代志是？无啦，无啥物要紧的代志。我只是看你念经念遐尼久，一定会喙干，所以我特别泡一杯菊花茶来互你啉啊。多谢你。大叔，你莫遐尔啊客气啦。我若尔将恁两禁伫咧遮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姑娘，那安尼你是咪要带冰晶出去？也若无冰晶的徒弟，若是找无我，伊一定真紧张的。大叔，你都莫为难我啦。老鸨，搞，又找到恁师傅无？老鸨，你为啥物不爱做生意啊？哦，你是要拍算收店闹拍的哦？谁讲我要落跑啊？我找无我未来的老公，我心情无好，我无想要做生意嘛。哎呦，我师啊，我无讲要娶你呢，你都遐老公，哎呀，你莫遐三八好无啦？谁讲我三八啦？我是你未来师母呢，对我讲话爱较客气，免安尼无大无小。师母哦，哎呦，我看三母阁差不多咧。你搁讲一句啊？讲就讲啊，好，我是代表你对我师父一片痴情哦，所以才袂甲收计较哦。你莫当作本代是无个性啊。你免伫我面头前顶个性，要笑着哦，甲恁师傅吹转来，才来甲我笑着啦。嗨，我当然嘛有咧吹啊，好，都莫互我吹着像甲我师父藏起来，若无吼，我就袂放伊煞。像啊，用骹踏舞想嘛知影，是阮迄个大姐后贵。你怀疑有啥物路用啊？无证无据，伊哦袂信你的啦。无证无据，咱会用找证据啊。证据？
情的命运，来拼煞咱两人。无奈的路，敢是天安排？过去敢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痛好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牵落海。我不知等待，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夜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情深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落一阵西北雨，害我袂闪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咱目闪满过路，还有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拢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好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铁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来来，你尽量啉哈，有两仔啉来嘿。哎呦，这位大爷，咱唔知我称呼吼？我叫阿空啦。原来是阿空哥哥哦。嘿，咱唔知介意多一款的吼。凊彩。无喏，阮店的吼，啥物拢总有啦，就是无凊彩啦。只要两查某就好啦。安尼哦，那安尼好解决，来这无啊？差个鸟。来这无？这个阿空哥哥吼，你甲看卖呢，安尼结甲安尼，照甲敢若啾啾。这个吼，互你吼带入去内面，好好啊甲看待哈。好啦，阿空哥哥，来，随我来吼，来啦，来啦，阿空哥哥，来就补，无来就艰苦，来，我甲你抱一个哈。等一下哈。哎呀，阿空哥哥，是搁要等啥啦？来，食紧弄破我，慢慢啊来哈。慢慢啊来。这款代志，哪有人你慢慢啊来啦？哈？
是安尼啦，我有听吼，讲恁遮水姑娘啊，有人咧洗身躯吼，你互偷看啦。啊，我想讲吼，你上了以前是毋是会当小偷看一个，吹切一个啊？偷看洗身躯，你唔惊互阮头家娘，甲你掠去乌目睭做青梅太监？无遐严重啦，我唔相信。这是真实的呢。昨吼，就是有一个不死鬼哦，偷看阮洗身躯，阮头家娘吼，即摆拄咧拍算吼，要甲伊乌目睭，来做太监。那唔该严重呀？也袂啦。也袂啊？好佳哉，好佳哉。你是咧好佳哉啥哈？阿公公，迄个不死鬼，你有捌伊吼？唔是啦，我想讲吼，我这世人我唔捌看人咧淹啊，对无？啊，伊个淹掉，啊，你以后我无机会就通看好戏啊咧。哎呦，迄哪有啥物好看的啦？来啦！拜托一个啦，我都有讲过啊，我莫看查甫人淹了做太监，你嘛带我来去看嘛一个啊。好啦好啦，无哈，咱两个人安尼想好好势，我才带你去看吼。先去看，啊，等下咱再商量哈。咱袂啦，咱要先想好才去看啦。我讲先去看，先去看。你这个人哪安尼哈？我就偏偏无爱带你去看啦，安怎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叫你带我去，你就带我去哦。若无我对你是无客气哦。哈，原来你唔是来捧场，你是来闹场的吼？闹场就闹场，我讲你惊你哦。是你。头家娘，好，我来佚佗。多谢吼，孙家啦，啊若有闲就较早来捧场咧嘿，多谢。头家娘，来照顾，啊是安怎？啊你遐尼紧就甲迄阿公哥哥解决好势哦？哎呦，啥物解决？迄个阿公哥讲，根本就是来闹场的嘛。哈，闹场？嘿，来照顾。啊你敢毋是昨迄只破狗？答对啦。啊有玉姐啊，啊是过来这要创啥？创啥？要来甲你讨人啊！将东山庄搞出来。东山庄？啊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伊都无伫遮，啊你是听无晓？卖假啊，卖假啊！拄则吼来照顾已将全部所有的代志讲互我听啦。我刚若讲迄只猪八戒互阮掠着，我也无讲东山庄啊。哎呦，莫来佚佗啦！既然我的师弟已经互你掠走，那呢，我的师傅哦，一定嘛咧你的手头，对无？安怎？后贵，无话通用啊吼！甲东山庄喊我。奥玉姐啊，啊无即个东山庄是你的啥物亲啥物戚哈？你是凭啥物叫我行你啊？东山庄是我未来的翁婿，安怎？我有资格甲你讨人无？哈，你未来的翁婿哦，真歹势！伊即马吼已经甲我的查某囝成亲啊啦，已经是我的查某囝的翁婿。你哦，已经万一骹步啊啦！无可能，无可能，伊哪有可能甲恁查某囝成亲？有啥物无可能？你若无爱想看卖咧，阮查某囝吼是即个磐石庄的第一大美人呢。乌龟，我叫做敖贵啦。哎呦，凊彩拢共款。乌龟，你毋是讲我师傅已经带你的查某囝，那呢伊人呢？带我去见伊，我要当面吼，甲伊讲互清楚啦。哎呦，等你教唔只呢？嘿嘿，我本来就是教啊。啊，凊彩啦！啊，当吼，恁师傅吼，甲阮查某囝即摆当新香炉、新茶果，当咧热噗噗呢。啊，你是要去做电火球啊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东山庄爱的人是我，伊爱的人是我。哦，玉姐啊，你若无爱当去厝的吼，家己摕一个镜小照看卖咧。你是要安怎甲我的查某囝后邻玉比啦？
唐三宗伊爱的人，当然是我的查某囝，哪有可能是你？阿有谁？阿有谁？哎呦，乌龟啊，我等下才倒转来找你啦。哼！嘿，甲你讲我这后悔啦，讲不清楚，说不明白。头家娘啊，等下迄只破狗伊若过来吼，你要安怎甲应付哈？哎呦，好，莫哭啊啦，有够烦的呢。你叫我哪会袂伤心呢？好在我对恁师父这么啊痴情，想袂到伊竟然移情别恋，害着别人，我要哪会袂伤心呢？无得靠，是你乌龟的吼，你甲阮骗啊！哈，我的师傅哦，才无可能去娶个查某囝。哪会无可能啊？后贵因查某囝后玲玉是第一大美人呢。迄半时阵所有查甫人拢伫咧笑伤伊，恁师父嘛是查甫人啊，伊哪有可能会袂同情？若是爱情注定着分开，我放弃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歌路。阿弥陀佛。大叔，你食饱？那呢，我从这碗伫收收的。多谢你的好意。玲玉，阿娘，阿弥陀佛。玲玉，你甲阿娘讲，你可是真介意唐三宗吼？阿娘，啊，当介意就介意啊！你惊我知，那就惊歹势。唐三宗，我的查某囝像安尼伫咧伺候你，是毋是有达到一个最贤妻良母的标准呢？阿弥陀佛，后夫人，后姑娘确实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。那安尼就好，我今日就先全任，互你两个送做对。那，阿娘，给我放开啦！免叫啦，放开啦！来你去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若想这个字吼，你就食无哦。阿娘，给我放开啦！阿娘，你给我放开啦！放开啦！阿娘，你等来啊！紧甲阮放开啦！哎，二孙啊，这个细面你还阁食落去哦？我是安尼食袂落。你唔惊讲食，啊后人甲你掠呢？咔嚓，掩耳做太监哟！哎，看这个版势吼，师傅都已经答应迄后年就成亲啊。我若有啥物好烦恼，讲讲。你若知影讲师傅已经答应啊？啊，赵生，用脚头有事嘛知影？迄师傅若是无答应吼，迄后贵早就来找我呢，哪有可能遮久都无动静？安尼嘛平啊，证明讲师傅已经答应啊。赵生呀，你用你的头壳想看卖好无？迄个后年叫吼，生到遐尔水，倒一个查某人袂动心咧。还佫有无？迄师傅嘛是查某人啊，哪有可能袂去笑咧？对无？我靠！啊，那咧我唔着去继续转去流沙洞，继续做我的乞食。哎，对不起哦，老三啊，你免烦恼，你需要你靠，你叫我来转去迄个二家母寮地区咯，食钱拢免烦恼。拢是你啦！若唔是你偷看人洗身躯哦，迄师傅就袂发生即款的代志啊啦。啊，师傅去笑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哪无关系？你若无去偷看人洗身躯哦，师傅就袂起笑啊啦。我偷看人洗身躯，甲师傅去笑，这个代志哪能怪我啦？你来定来讲袂使怪你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啊无恁两个即摆是食了伤饱是无？老
长啊，请问一下吼，阮师傅你即摆甲安怎啦？哎哟，你免紧张甲安尼啦，等恁师傅吼，即摆已经是我的囝婿啊呢，我要哪会甲伊安怎？啊？阮师傅答应要带恁查某囝？是啊。哇，安尼要安怎咯？真嘛，既然阮师傅答应甲恁查某囝申请哦，安尼你袂甲我掠去做亲密代工哦？当咱即摆吼已经是亲家门风啊呢，我要哪会去甲你计较过去的代志？哦，等你啊，安尼好，多谢咧。小心啊！我唔相信我师傅会答应要带查某囝啦。老大呀，你哪你点啊！老陈啊，对于你带来看阮师傅，我面对面问你，安尼我怎么相信啦？好啊。安怎啦？啊，你大不好入去啦？即阵恁师傅共阮查某囝两个咧同风花烛，恁哪会入去啦？啥？这……啊，你无反手看，我哪知影讲你讲的是真还是假啦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恁真是要看啊？好啦，恁若要看吼，看了若生目针哦，我是无负责哦。别。我讲。哇，对不起，你当啥嘞？师傅真正报喜啊呢！你，啊，即摆恁拢看到啊吼，安尼恁拢相信啊吼。对不起。哥哥，哦，你就哪里？喂，惊死不爱做，见，什么意思？我将因赶走是为着因好呢。若无，我等一下你阿公，因掠着禁止哦，批着咧上啊啦。紧叫恁迄个什么，迄个乌粿出来啦，紧。阮头家娘无伫咧啦。无伫咧。哦，伊是知影我今日要找伊算账，所以闹破是毋是？阿康哥哥啊，当你哪会安尼讲啦？过去妈妈遐大，恁两个师弟吼会讲互你听啦。是袂滴，老三。老师啊，你是安怎？不要紧，你有啥物委屈哦？等下我一条哦，替恁吐出来。大师啊，你毋是去讨仙丹，讨有无啊？无呢，迄个太上老公迄当生老高吼，我有喙讲啊无烂呢，因就是无爱将仙丹互我。太上老公是毋是搁为着顶摆的代志，伫咧生气哈？可能是哦，普通人吼要甲伊讨仙丹，已经是足困难啊。搁再讲，我甲伊搁有冤仇，所以要甲伊讨仙丹哦，无遮尔啊简单的啦。安尼要安怎啦？仙丹也讨无，是要咱叫阮杀死米啦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沙西米迄脑震动吼是假啦。啊？假哦？真是的哦？真是的。懂你，好加载。师傅弟啊，你要去倒位哈？我要等去办事啦，去看阮杀死米啊！大师啊，你哪甲我讲落啦？哎呦，师傅都还未找到，你就要赶紧去看查某。哎呦，大师啊，免讨啊啦，师傅袂转来啊啦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哈？什么意思哦？师傅哦，就甲因查某囝成亲啊！即摆吼，就伫咧洞房花烛咧，伫咧。哎呦，你是后袂讲啥？哎，我哪后袂讲啦？迄是我亲眼足看到的呢。你若唔相信吼，你下问老三啊，伊嘛有看到哦。哦。老三。哎呦，这哪有可能的啦！哎呦，阿康哥哥啊，即马吼，恁就用个相信啊，恁两个师弟吼会用个做证啊。不要紧啦，你若唔相信吼，无我嘛会去带你来去偷看。假使若是生目针吼，我是无负责哦。哎呦，咱是倒转去，搁再讲。哼！大师兄，先等下啦，大师兄。
我讲，你师傅咧？你两个转来，你师傅咧？头家娘，阮师傅袂去转来啦。你师傅，你真是。好多爹娘，我歹命，我歹命，我哪对人走哦？哎呦，好，莫哭莫哭啊！就算讲我师傅辜负你好啊啦，吼，伊竟然遮尔啊无钱，你为伊伤心，嘛无啥物价值啦。哎，莫哭啦，好啊好。嘿啦，头家娘啊，阮师傅是为了要保护阮二师兄啦。唔知影答应这件婚事，啊伊安尼做是不得已的啦，你莫甲怨叹啦吼。了心罪气。是不是你？起来，加你去，老三，行，你讲，放手啦！听啊，大叔兄，放手啦！我看你势不两立。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。